大家好啊！今日嘅伸展運動主要係訓練平衡力嘅。我哋首先將雙手放喺凳背上面，雙眼向前方望，雙腳打開同盤骨一樣闊，吸氣收腹，呼氣右腳踏後一步，再踏後一步，將後腳伸直，前腳微微屈曲，之後升高嘅腳踭，雙手仍然放喺凳背上面。呢個動作嘅重點係後腳用力抓住地下，盡量伸直。企穩之後，嘗試將右手向上伸展，手指指向天花，盡力平衡企穩。將左手都指向天花，手掌心對住手掌心，雙眼向前方望，保持呼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慢慢將雙手放返去凳背上面，跟住呼氣踏前一步，再踏前一步。而家做另外一邊，雙手放喺凳背上面，吸氣收腹，呼氣左腳踏後一步，再踏多一步，將後腳伸直，前腳微微屈曲，之後升高個腳踭，雙手仍然放喺凳背上面，後腳用力抓住地下，盡量伸直。企穩之後，嘗試將左手向上伸展，手指指向天花，盡力平衡企穩。將右手都指向天花，手掌心對住手掌心，雙眼向前方望，保持呼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慢慢將雙手放返去凳背上邊，跟住呼氣踏前一步，再踏前一步。我哋而家做下一個動作，將張凳調轉，凳面面向住自己。首先10隻手指打開，將雙手放喺凳面上面，撳實張凳。膊頭、手踭、手腕要成一直線嘅，雙腳打開同盤骨一樣闊，盤骨、雙腳都係要成一直線嘅。我哋而家開始做單腳平衡嘅運動。吸氣，我哋伸展背脊，呼氣，跟住吸氣，右手向前伸直，呼氣，左腳向後伸直，盡量用力伸直。我哋會感覺到大髀用力同單腳嘅平衡。雙眼向前方望，吸氣收腹，保持呼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慢慢將右手放返喺凳上面，跟住將隻腳收返埋嚟，跟住我哋做另外一邊。吸氣，我哋伸展背脊，呼氣，跟住吸氣，左手向前伸直，呼氣，將右腳向後伸直，盡量用力伸直，唔需要特別舉高，盡量維持就得㗎喇。雙眼向前方望，吸氣收腹，保持呼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慢慢將左手放返喺凳上面，跟住將隻腳收返埋嚟，最後將個人慢慢企直，
今日嘅伸展運動就到呢度啦，大家得閒呢可以喺屋企做下㗎喎。呢套運動可以訓練全身嘅肌肉同平衡力㗎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